EQEYC Force 屬於品牌氣象系列裏面入門級嘅耳機，5軸 CNC 鋁合金外殼，面板採用高透明水晶玻璃，入面印咗一大堆雪花紋理，襯埋個藍色底，非常靚仔。單晶銅鍍銀銅軸線材，半透明嘅藍色外皮，反反地光，靚啊！單元都幾架勢㗎，10mm 雙腔體動圈 PU 加 PIC 複合式振膜，加埋定製微型平板單元配置，淨係單元都落足本啦。聲音同個名一樣，中性偏冷，鏗鏘有光澤感，進取帶微微刺激，動態高，順態反應快，音樂感幾好，低頻乾淨緊緻，份量適中 ，punch 感 OK， 聽某啲歌仲有啲一拳拳打埋嚟嘅感覺，不過就係蚊型力度，鼓聲掂一掂就得起，唔多夠喉，中頻稍稍偏暗，但幾有活力，高頻亮麗，有豐富嘅細節，人聲少少凹陷，保持到足夠嘅光澤感，唔會俾背景音樂冚過。可惜整體分析嚟就一般，唔夠細膩，音質有啲單薄，不過以入門級嚟講，算係悅耳好聽。嗱，下次再講埋另一對氣象系列嘅耳機，記住貼住我嘅頻道啦。